哟啊，太婆啊，不2分钟了呢，快冲啊！不是很年轻吗？我要看看他们的耐力。奔向美好的未来。太婆，一排做都不快啊！也就為未來去來到殯儀館。我家家提嘅相，人生就像馬拉松樣嘅，第一世家下總係留希望、祝福，總到年年。而你無法去談，提嘅就想叫家下，為讀到娘嘅嘅主呢，留喜怒哀樂。加油，加油，快到了，再撐一下下。我過了！哈哈哈哈！我過了！我過了！我過了！短頭髮，紅短褲，矮個子，跑過頭了。不過，這條路嘅終點，總係有一群人披頂情友。出境離開，向下一個里程前進。沒錯，終點快到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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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啊！你走幹嘛？走幹嘛？你要打死我？叫張醫生來了，叫張醫生來幫我收屍啊！去叫張醫生啊！快點，要掉了！讓開！快點！不要跳！讓開！準備好的啦，公安都冇用啦，來處理好的，來想好的啦。啊？你是誰啦？什麼個小？嗯？也沒好。海哥啊，你行人啊？你做得講黑？你做乜嘅？我係嚴府神廟嘅李醫師，超生鼻。李醫師，冇凶啊！你警察嚟哈？真嘅呢？你講神，我就留唔天數。你有冇嘅喜友冇？好啊，尊敬咗你天數，都諗係前風水。你從冇本人講過，愛但你安全，你看到其他人嘅哀傷、流痛苦。錯，冇問題。就講那條應該係神父。冇就 Superman 嘅拖行，真會有嘅。而你強靠用凡人嘅心，留少到可憐嘅能力，去面對所有嘅所有。恩沙巴多，你要懂改，懂簡單。今天是我爸叫我來應徵的。那我的目標除了希望能當上禮儀師之外，更能幫助每一位往生的菩薩，讓他們帶着最美、最自然的裝扮跟家屬道別。我在大學的時候修過生死學，就一直很想為往生的家屬服務。我是說為往生者還有家屬服務。唔好水，我就開宗，唔驚人就破宗。做得嗎？自從2002年立法院通過了殯葬管理條例之後，台灣傳統的殯葬業便逐漸的轉型往精緻化發展，同時呢，也陪伴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屬走過那哀傷的幽谷。然後第三檔，空氣好，風景強，也係你較中意的神視度、交通理偏啊。我曾經在大學擔任2年助教。想要轉行做禮儀師，坦白說是為了賺錢。你相信我，
如果说你是要选择土葬，我绝对可以帮你找一个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的地方。而李医师正是扮演着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角色。但是也因为这个工作更具挑战性，希望透过我们的协助，让家属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离开的亲友。都对了，连强下想办法解决。假的啊？系啊。而我自愿放弃了金融财务博士跟保险博士2个头衔，可以啊。就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放下身段，全心投入这个需要体力、耐心、同理心，甚至是竞争力的行业，同时也是21世纪最具前瞻性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。那钱保险金要用的喏，好，那生意能用的对吗？啊，对了，对了。李医师。天堂，假使你相爱，手都爱梦都发烧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，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，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。我使轉副卡咧，想買都唔差天花啊！我现在没有时间等你，你们服务费一次收1个月才找几个房子你就不耐烦，你这种态度怎么当服务业？你告诉我怎么当？我要跟你们公司投诉。我的服务让你不满意，真是抱歉。房子没租成，我们也没办法收取你的服务费，那就麻烦您找其他中介公司好了。喂，干什么东西呀？嗨，你也在找房子啊？江乐生对不对？你也录取到3处哦。走开啦！我叫陈桂义。陈桂义，人哋叫我靠嚴父幾仔係嘛？你係夢想？係啊，你約乜啲啊？係靠到啊！好得啦，要經驗師經驗咧，希望係董經總喎。你以前用喺附近哦，我喺度一幅圈動書咯。哦，我以前便宜嘅。便宜嘅啊？
来妈妈腿呀遇见不嘅，啊莫我先技术较小一些咧，不用电咩不用电啊。真嘅係冇？會啦，夾總價了。做好饭菜有了，都煮了。叫人炒一炒好吃的菜。爱的。啊！哎呦，顺西嘅么呀？转来了，有爱讲啊！转来了。我就让讲几多做哎，做没做好俺都炒到人冇办法做好些。你今天炒嘛个？走了。哎，别叫了，我一下就好了。我饭菜刚煮好啊，都干嘛好吃啊？唔記得了，兩人來了。唔係啦，仲有嘢，仲有嘢做咧。不係，那亂錯了，警察俾佢射了。阿媽啊，我有便宜咧。阿媽啊，我有便宜咧。不行了。我梗貴啦，不行，咁我出做啊！我睇起身一望，貴得要嘅人啦嘛，因為少啊。哎呦，低了。低。我把方事情做好。哎呦！可能小數口角，幾多下嘢做啊？佢都認同佢變下嘅，唔係咁樣。咁佢嘅讀書也唔易，真係做人學生做嘛？啊？不太。俺七家上做李医師種的。我做李医師，我是这样哎，做李医師，现在是挺老厉害呀！啊，他们康江人都能去上去那个做李医師，難怪啊！哎，你原來叫我哋當做做了紅水嘛，有啲紅飯，那個好做唔到做了。春天嘅一條花，一條花，企得似行茶，塗顏後生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唔使用啊，我哋一下冇事哦，長洲。契约给我。不要管我爸妈，我要自己做主。我好累。你值得更好的人。来，早點嚟啊！好嚟啊！啊，做樣點知啊？冇呀，冇時間去買菜啦。這邊作成都難啦，我買難得做難得，哎，冇樣食飯啦。有啦，我嘅菜片要行較貴啦。你要便宜冇得去買，要，這地方較貴嘅菜，
啊，当然啊，搞乜錢啊？我妈呀！啊，走，吃饭。爸，老大这事太重要了，想不要闹紧呢。哎，你自个在嘅話，也好，我爸給他東西。好啦，啊，自個在嘅話好。啊，吃飯。是羊啊，来点了，来，嘿，来，叫，那去徛起来呀，啊，可以铺了，来，哎，你那行過去了，我行咗去了，我衝啊！唔會啦，我痛我軟啦，嗱，結婚啊！我衝。係啊。杰宝，你终于有空打给我了。想也知道会通过啊，你让你看。你要帮我庆祝吗？最近会很忙？为什么？你共发啊！来，以後了，天來淋了，我淋爛家啊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哎呦，我行害了，都要便宜了。哎呦，唔啲啦，老朋友出去了，來了，來了，行啦，愛好啊，就會行了，來，你也有呀。唔會啦。專心好冇？那要飯到位呢。行咗幾多號咗？好啦，來，過去嗨啦，腳徛起來，徛哥哥啊，我專心了啦，大哥啦，肯定來了，好來，哎，行咗幾多了咗？好了，可以鋪了，加油了，來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
有惊动到他吧？我是三处罗小恩，今天第一天上班了，以后有需要服务的话可以来找我哈。不好意思。这一次回家养看看哦。会养得活吗？知道，试试看。没有。你是罗小恩对不对？你那天跑步跑得超快的，好厉害哦！跑很快还不是跑输了。你好，我是陈桂义。你好。各位，大家好，老师好。来到这里啊，就不是叫老师，我是公司司仪组长，专门负责人力调度，叫我万哥就可以了。万哥好。万哥好。欢迎你们来到元福企业最有人情味的3处。这一区是我们的功德室。哇，这些都新人哦。我是礼仪师万良才，万哥啊，在做礼仪师的时候就是我师傅了，叫我小万哥就可以了。证照考几次了还考不到，你还敢说你是礼仪师？你是礼仪技术师，当然是丢脸。修20个学分，考乙级证照，再申请礼仪师，有这么难吗？要有时间、有毅力，还必须撑得过2年礼仪公司的服务经验，没那么容易啊。来，车过河顶是大门，阿公过河顶是大门。走，这2位才是架杠的礼仪师，陈明、俊浩。啊，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走。钟哥先忙。礼仪师长得都很像哈，带你们去看不一样。是啊。2楼有办公室、员工休息区，还有这边家属的休息室。说人人道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3处的红牌、王牌，也是全国第一批考上礼仪师证照的标杆人物，元福集团连续5年家属满意度的冠军。来，大家拍拍手。赵胜伟，叫胜哥。胜哥好。你们好。之后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记得来找我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先介绍家属休息区。万哥，那我可以自愿跟胜哥吗？我最适合跟优秀的长官一起做事情。我觉得啊，你更适合跟陈秋香处长一起工作。甄选的时候，那个陈秋香经理。没有我听到他的声音就紧张，完蛋了啦！有他在，3处才会有茁壮，才会进步。礼仪师的工作是服务家属，专员的工作是服务礼仪师、服务家属，还有服务3处整个清洁。有专门的清洁人员负责3处以外的区域，3处内所有的环境整洁由专员，也就是你们负责。另外，服装仪容问题，被我抓到服装不整，扣300。鞋子擦干净。不好意思。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身上有任何奇形怪状的东西。2个女生，化点妆，涂点口红。你们不是家属，脸色搞好看一点，头发梳整齐。我有叫你们动吗？我还没说完呢。
年来三处处长离开之后，三处所有的业绩急剧下降，客诉的案件也越来越多。我在这边目标只有一个：降低客诉，业绩成长。我个人的工作态度、工作理念、工作思维只有5个字：拼，很拼，非常拼。希望你们秉持这样的工作精神，突破阿胜的记录，为元福集团、为家属、为自己的工作生涯创造奇迹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听不到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感动哦！我现在是做噩梦回去当兵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有女的可以讲话讲那么久，不用换气，不用喝水，不用休息的？你们不懂，我现在要去整理服装仪容了，因为我就是邱老大的下一个奇迹。轮不到你了，我才是的。怎么嘞？迄都紧张哦。紧张啊个？不要去正向教育，落变几去，怎做得决定做得留下来无？爱听做唔得啦。你会怕红烧鱼、手扒鸡吗？不会啊，那些都是尸体呀、平常不是都在吃？走一下娘就好啦，走吧。冇强用啦，强用啦，冇强用，强用。快走啦！走啦！处理啦！走啦！什么人啊？安怎啊？代志来冲啊！你打人就是不对啊！你在这里打人就是干我的事啊！你个吵，我打人你就跑。再打人报警啊！你个公让人跑。做事情。不好意思，走了。这样子会打哎呀，糟哎！拍谁！放开我！不要推我！你干嘛？你才在干嘛？人家家属在吵架，干你什么事情？吵架归吵架，打女人就关我的事。好，对，这个打女人就不对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女人是哪里人？这个问我就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双博士很厉害的。麻烦你们出去一下，谢谢。我们到外面讲。来，我告诉你，做我们这一行最不应该的就是介入家属之间的纠纷。你可以劝架，但不要跟着吵。你可以阻止，是去把人拉开。你没有看到那个太太被打得都爬不起来了吗？我把人拉开了，她还是没有停手啊！就算再怎么不对，都不应该袖手旁观。你这么有道，你这么有正义感，你怎么去当警察？你是不是入错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们生命礼仪到底要做些什么？社会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越来越乱，每个人都应该见义勇为啊，不然光靠警察法官有什么用？哎呦，太感好了，太感好了。校园呢，體院去上班，敢講上班啦？阿田記，是校園哦。哎呦，太得過嘅妹啦，你爸愛硬就困困啦。真勁。怪唔得哦。冇人好冇。你要做嘛？冇那個事情啦，就請問一下仙哥了。仙哥啊，佢送給你嘅錢了嘛，數到了，有神搶我了。有啦。啊。不過初中將來叫一個講你下。講你？應該下禮拜最飛到你就會付掉。下禮拜了。好了，冇問題了，給仙哥已經發了啊，仙哥啊。哎呦，校園啊，家去做事咯吼，唔請杯啦吼，唔會啦，我家做事啦。哎呦，仙哥啊，佢校園啊吼，佢當唔做事咯，唔好佢搞了，我講俾糖了，佢當地了，佢落校園了，校園嘛，拜託啦，仙哥，拜託。啊，田記，拜託，唔好輕愛仙哥。哦。還有啊，你係冇歲數嘅。
嘿，粗粗嘞，这样是谁啊？大哥，老板给摸哎。嘿了，我多多照顾了。没岁数了。哎呦，妈你了。最近的联合海葬时间会是在18号，那我们就依照姚慧姐她的意思，这个礼拜追思之后就进行火化。刘大哥，您觉得呢？把女儿抬走，你就是这么等不及吗？你这个猪子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冷静，这一切都是姚慧姐她的意思。我女儿养这么大，交给她，都没有好好照顾。刘先生，要迄药费对时间流程，你看有乜嘅问题吗？这一刻，讲这个很难哦，真嘅很难，根本就唔会再见呢。三日嘅心情，药费清楚感受到，佢真经同我一样。仲係講，真嘅開生意係唔會有負擔，無痛無負嘅。我真嘅唔知幾天賦，做乜本捱兩殺都多。我冇按好嘅人，對到按樣票，說按樣嘅苦，做乜會按樣咯？我記得。那位ที่ไปยอฟี佢就定拖鞋，條林望聲呀呀，佢講希望做希望鬼生意嘅，唔能將我踩田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郑松，请到你嘞！老师班，那有买牙嘅排骨嘅有时候。安子谁？邱福雄妹，经过大家出的同事嘞，唔是哈希啦。在师斗清风的历史，我哋汉族在做哈希么？冇听说我本到配给林医师啊，韩刚爱想做得变做条数，听说爱比配沙卡油量，应该唔会计较啦。嘿，你还有干么？我讲我可唔当初迄马个家属，寒酸嘞，当寒开哦，都在讲我么？温用的脸蛋嘛？是用蛋。所有开始的专业是都。真嘅迄么，嘅快嘞，风采嘞。用个迄部有痛苦呢，别按个啦，啊，你用汉好偏哦。按摩蛋做嘛来做俩行啊？有人讲过，就牙张筋咬的呢，硬是去跳伞啊。神经！哎哟，按用的讲啊，我就同希望一条路。真经想要试下挨做点么啊？哎，
行动好啊。梁山都是有两条路。来，吃饭。哪有你好做噻？俺唔爱吃家嘅，等下邱太婆去震撼教育，听说迄欧元路变贵，俺讲俺要出来。冇事就唔會怕。不過你熱量唔辣，都變貴啲多，會冷死。哎用啦，一下吃一半，好。牙实体好吃啊。哎呦，要慢点。不要动。很大声，摸了。上来，上来，來呀！嚟啦，想講喎。今晚你會先本人行到啊？搞神奇咩？过了这一关，你们就可以进入元福生命礼仪集团了。里面是明天告别式的大题，一共3位，每人3分钟，把他们的姓名特征记下来。我在外面喊时间到了才可以出来。撑过3分钟，明天正式上班。有没有问题？麦文孝。有。进去。麦校，加油！干巴爹！不好，我让麦伟人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细听的。手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拿出来。你是准备进去里面被枪毙的？站好，面对现实。真係可以啊！冇走。佢故意按摩蛋，退之前用面加強，我啲地度扶腿咯。按人當中的英雄救美啊，咩？啊，師傅擺頭按摩蛋，係唔中意啦。2分45秒。你聽我，你聽懂住我咧？麦校，听说桂义是租你家的房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走了以后，你要不要干脆租给我？
算我赔一点啦。干嘛了？不要就不要，我是在帮你。谢谢啊，不用你帮忙了。时间到。落去看下。我做到嘞，我做到嘞。没事，你救护车！这样，做到了。没事。罗小恩，准备计时。今天是我搞不清楚状况，对不起，我会改进。罗小恩，你听我讲啊！哦，这大德女儿还会跟人家道歉，咦，太不可思议了啦！下次我看见你骗子之类，强偏偏的，汉枪得过向上腰，哎，所以啊，要人家阿爸真给迄有菩萨逼哦。哎，是呢，你做嘛要早？罗小恩，我知道，佢唔适合呢行业。还看数天呢。打扰了，我是罗小恩。太太邀会，小恩，这么好。恩怨叫唔离，天公你老意我，乃咋会显多？你怎么开呢？我喊你呢，我可能没给他。我男朋友的太太。
稍等一下，包给你哦。我要5个。那要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先做给你哦。你没有看到我在哭了吗？快点给我！那你要什么口味的？好好，我先包给你哦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我先包给他哦。我是不是好人？是，你是好人。来，你的红豆饼好喽。对动脑嘅人，我家家希望佢冇出現對我世界地度，像係佢真嘅離開了世界嘅勇士，我親愛嘅人，啥係我自家。这批菜鸟进了几个？好害怕，什么好害怕？没事。大哥，小弟爱敬3杯啊！哇，菜鸟要 Q 了，下次不会走出去。你弄我兄弟，我你看起来，小恩要让男主角做啥？那你再靠我看。发。